强啊？我说臭强就是吓到了啦，而且还是吓死人哎，吓死人了！就是说吓死人哎。哦，对不起嘛，我只是觉得好玩而已，我没有想到真的会吓到你们。亮亮，不能随便恶作剧哦，万一让人家生气甚至受伤的话，那就不好玩啦。我知道了。对嘛？哎，亮亮，亮亮，这下你也臭强了吧？嘿嘿，对啊，我以后不会再这样子了。臭强吓到，臭强吓到，吓死人呢！吓死人了！吓死人呢！吓死人了！哎呦，亮亮，你害我臭强了啦！那有吓很大一跳吗？当然啦，吓死人呢！彤彤姐姐，你害我臭强了啦！那有吓很大一跳吗？当然有啊，吓死人呢！吓死人呢！臭强，吓死人呢！小朋友，你也不要随便恶作剧哦。骇客乌拉拉，我们下次见，再见。